思蕾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小玉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就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。那我到底知道什么？好的，就是小朋友都有千百万个为什么，有了为什么就会有不知道。对，那因为大家对我们的了解也算是很陌生啦。确实。对对对。搞不好我们对彼此都很也是不是很就是非常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来一个就是 OST 的快问快答。今天就是要有一种闺蜜的感觉，这个装扮的部分。OK。然后之前的部分就是彩虹的路线哦，非常的一种平等的感觉。那小玉的部分就有工装，然后这个短裤的部分，我看一下，有裤子哦，是有裤子。OK， 那我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走一个浴袍路线。啊，不小心打开了。怎么会是碎花？对，那这小这个很适合我吧？我试一下。好，你穿。哎，可以了啊，好的。可以了，OK。还好，在干嘛啦？好，那我们就要用这个快问快答的形式来开始了哈。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出题小帮手，预备 ，Let's go。请写出自己及其他2位团员的星座。自己跟其他2个。好 ，OK， 我写好了。3、2、1。什么都不做啊？怎么做啊？我解释一下，我金牛嘛。是金牛哦。对，你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他是金牛啊。5月我金牛啊，然后那个田是水瓶嘛。对。对，你看，然后你是狮子啊。山羊是。山羊。摩托车啊。哦，你是水瓶。你们大家要加油啦！你才加油。请写出自己及其他2位团员最不喜欢吃的蔬菜。蔬菜。等一下2、1。我是。对，小玉是什么都吃。我确实蔬菜什么都吃。芥菜、花菜，哦，对，我不吃花菜。我看见我苦瓜，苦瓜，我苦瓜也不喜欢。那哪一个是正确的？什么都吃是正确的。对啊，那就什么都不挑。请写出自己及其他2位团员最怕的动物，请分版。好，我先讲，我最怕的是老鼠，我超怕，因为我觉得很恶心。然后曾俊文应该是怕蟑螂吧？我哪有就怕蟑螂？什么都怕，什么都怕，因为他就什么都怕，因为他这是真的很胆小的人。好，我来看看。就不可能有猪吧？本身是怕狗啦，然后田我印象他怕狗，我也怕狗。对，然后我印象他怕狗，因为金文和我想都怕猪好，因为我会我怕猫，我怕猫。对啦，你怕？我觉得思妍跟小玉都怕我。我也是动物啊，我也是动物啊，不能这样啦。是什么？好，说完这一集我们就可以解散。请写出自己及其他2位团员毕业的国小。哎呀，谁知道啊？我觉得啊，橘子真的10秒。很厉害哦，超难。不是，他真的希望我们解释。我就先讲我的好了，我的是那个康乐国小。康乐在哪里啊？对，在花莲。然后田的话呢，田毕业应该龙山吧？怎么会有龙山国小？哦，不是 ，Oh my god！然后我想说大溪，应该就是以我住的地方对啦，对，因为我这个很好猜啊。那我也是嘛，因为我大溪国小的，因为我大溪人嘛。然后思甜，我是觉得说，因为他在坚持长大，所以就是坚持。我没有在坚持长大，我坚持国小吗？然后因为小玉在花莲秀林国，对，乱写，这是一个区域性。我也是，我是中正国小，在中立。我是想写秀林的，不要秀软，是秀兰玛雅。请写出自己及其他2位团员旅行最不喜欢的事。我们真的是没有旅行过，我们没有旅行，真的我没有旅行。但我觉得是这样啊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会观察一些小细微。好，来1、2、3，粉板。好，我先好了。我觉得静文应该是不喜欢麻烦，但是他自己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人。对。然后小玉就是怕没东西吃，不喜欢没有东西吃，因为他就是会一直吃。然后我就是不喜欢没规划。那我的大猜错呢？我是那个因为我吃东西很麻烦。对。然后我觉得思妍应该很怕我控制，小玉也是很怕我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会控制这个控制那个。好，来我来，因为我以为你是不喜欢拖延。
其实也是。对啊，就因为你不喜欢拖延，因为像我就不喜欢拖延。对，我觉得这讲到两个自己都不是很了解。对，所以我们都很不了解。我们解散好了。请写出自己及其他2位团员最喜欢吃的东西。蒋玉洁就什么都吃啊。哦，这真的太难了啦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喝的，我不知道吃的。1、2、3。好，我先说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哎，吃的我真的好像不怎么挑。他不挑。甜，我想说应该是 cheese 吧？怎么会没有嘛？我喜欢，但没有到最爱。那闻的话，好像地瓜很。因为刚刚他午餐吃地瓜，你就说是地瓜。我觉得文应该是稀饭，因为他好像很常吃稀饭。其实我本来很喜欢吃饭，可是因为我的肠胃不好，所以其实我不能太常吃稀饭。懂？对，小玉就什么都吃嘛，然后我就是鸡翅啊，或者是鸡脚。对，所以但我比较爱吃鸡翅，我刚才看到。哦。我喜欢喝鸡汤啦。小玉是吃那个巧克力好棒棒，是吗？对啦，太不了解自己了吧？请写出自己及其他2位团员的生日。哎呀，这很简单，讲错真是打巴掌。对啊，我要用脚打你的巴掌。好了，1、2、3，应该没有错吧？很过分！真的是5月的那一天呢？哪一天？到底是哪一天5月19号，你是818吗？对，你看，然后120。对，思甜是120，是大家都知道的。而且我是怎么知道的？就是在脸书看有人说他生日快乐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超过分，超过分。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不是都没有分数？不要吵了。拿去哪里？